安南区12殿南天宫主事地府千岁，每年的农历6月18，庙方拢会举办盛大的地王爷圣诞的庆典。上午9点，由着管理委员会主委吴顺德带领庙方的技术人员举行团拜接寿大典，场面盛大。300位抾手，再抾手，满抾手，先内游鞭炮。接续还有各有奖、交杯景以及各社团的团拜接寿，包括立委林俊宪、安定国小，还有各交杯景，有欧红的文兴殿、嘉义的顺兴宫，以及溪埔红溪宫等，场面热闹。每一当农历6月18日就是阮12殿南天宫来恭祝地府千岁、圣诞千秋、地王爷生这个日子这也是这所有的善心大德期待。为什么因为每一当的6月18日，农历6月18拄好每一当的中12殿南天宫每一当拢盛大来举行这个过7星平安桥。那每一日下晡东港6月18日下晡2点半左右阮就会准备平安素食卤面，来予所有的善心大德食饱食平安。然后3点左右准备要来过7星平安桥，过好搁净油所有无好的，互远离消灾解厄咱祈安祝福。除了上午的接寿大典，另外12殿南天宫地王爷圣诞的重头戏，还有免费的过7星平安桥甲精油，为民众来消灾祈福。因为每年地王爷圣诞的活动拢伫暑假期间，因此嘛吸引未少的家长带小朋友前来参拜过7星平安桥，人数会讲超过2000人，非常的热闹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